Mark Minervini 簡稱 MM， 佢本身係個廢青，15歲就冇讀書冇做嘢，每日嘅夢想就係做一個股神。佢參加全美投資比賽嘅時候，就係每朝起身對住塊鏡講早晨投資比賽冠軍，結果佢真係做咗冠軍。喺90年代，佢用咗2萬蚊美金開局，短短5年內贏咗670萬美金，即係33,400% 回報，相當誇張。除咗股市上稱霸，佢仲係攝影師、職業級鼓手、空手道黑帶同埋健美冠軍，簡稱一個人生贏家。MM 話其實佢嘅成功好簡單，但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嘅一個秘密。個秘密就係每朝起身對住塊鏡講早晨人生贏家。講笑啫，真正嘅秘密就係佢有一個好強勁嘅自我形象。你心諗，仲以為係啲咩添？但你敢唔敢對住塊鏡同自己講，我絕對值得擁有好多嘅金錢、好嘅伴侶、開心健康嘅人生，我一定會成功。俾2秒時間停低，諗下你係咪真心相信？定我哋總係覺得自己好肥、好爛、好窮，咁負面嘅諗法梗係唔係話 delete 就 delete 到噶啦。好似當你知道咗你個 ex 同一個好似林作咁嘅男人結婚，或者你買親邊隻股票邊隻就跌，但買完之後又升翻，咁真係會令你懷疑人生噶嘛。你梗係可以喊、爆粗、揼地，俾個 emotion 釋放啦。但 MM 話唔好唔記得吞翻個理性毛去檢討，譬如諗下點解我次次都係俾女飛噶，又或者留意下邊幾日老細特別容易西面，自己醒水啲，諗下自己有咩可以改善到，先可以俾個腦停止諗自己幾咁廢。如果你個 friend 轉年咗1年股票，佢同你講今個月終於賺咗10蚊啦，你會點應佢啊？你會唔會直接俾多20蚊佢，叫佢聽日俾心機返工算啊？但如果 MM 做到，佢會即刻大叫跳舞慶祝，仲要話埋俾隔籬隻旺財聽自己贏咗10蚊啊，然後仲要寫喺本 journal 度，隨時拎翻出嚟睇呢個成就。你心諗使唔使咁誇張啊？嗱，問下你5年有幾耐？答案係60個月1825日43,800個鐘。MM 學咗5年投資都一事無成，但佢每一年都同自己講，我距離成功又近咗1年啦。個個都覺得佢傻傻地嘅，但就係嗰種小小事都慶祝一餐，理性檢討失敗，用日記集郵小成功去令到自己長期活喺贏家形象入面，先 push 到佢堅持連續5年每一日鑽研12個鐘投資。如果你知道你一定會成功溝到個女仔嘅，今次睇戲佢請你食檸檬，你會唔會就咁放棄先？你心諗鬼知一定得咩？不過 MM 真係喺未做到投資冠軍之前，就已經同自己講。我就係。佢話好多人失敗嘅原因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唔信自己會贏而太早放棄。但 MM 唔係信完自己一定得就算噶。佢話當你真係當咗自己係個贏家，你就唔會放棄，因為唔想錯過成功。所以即使不停俾人當笑話咁笑，個傻佬都堅持43,800個鐘不停睇書、檢討交易錯誤、睇財務報表，因為佢知道佢一定做到世界第一。你會唔會想試下？當今日跑步跑多咗5分鐘，即刻同自己講我真棒，同埋做一件事之前，先相信自己一定得，然後睇下自己有咩改變。你去旅行嘅時候最記得係邊個位㗎？開頭、中間定結尾？想象下你去意大利旅行，成個 trip 都好正嘅，食到好西，有好天氣，但回程班機上面有個細路喺機上面賴屎，仲要坐喺你隔籬，然後喊足10粒鐘。絕對會令你對個 trip 留低一個差嘅印象啦，因為人嘅大腦最記得就係開頭同結尾，所以 MM 好中意用一個方法叫 V shape， 將一個練習分3個階段，首先做容易嘅嘢，然後難，最後再做翻容易，好似練吉他咁樣，頭15分鐘聽下首歌，聽下啲拍子，然後中間嗰30分鐘就挑戰下3至5個新 chord， 最後嗰15分鐘就彈翻你本身已經識嘅 chord。心理學有個叫做 peak and rule。我哋淨係會記得最辛苦同埋結尾個位。如果你每次練習都係以失敗、挫折收場，你個腦就會將呢件事同痛苦掛鈎。但如果結尾係成功同愉快，你聽日先會想再練。仲有，佢話好多人都忽略咗，但有好重要嘅嘢就係愛啊。你可能會覺得講咩愛啊？但 MM 發現好多人失敗係因為潛意識入面唔覺得自己 well deserved， 所以唔夠膽 aim 得好大，同埋堅持唔到。但當你同人有 connection， 你就會感受到被愛，你先會真正覺得自己 well deserved， 然後有自信地對住塊鏡講，我真係好優秀。香港人唔單止要贏在起跑線上，甚至要……但有冇人教我哋當跑下撲親，俾人噓，俾人笑，點樣可以繼續跑去終點呢？對於 MM 嘅答案係自我形象同相信自己 well deserved， 你又點睇呢？
你會唔會想試下為每件細微嘅小成功大大咁慶祝，仲要寫落本 journal 度，理性檢討失敗，用 V-shape 方法幫助自己堅持，花時間同人 connect 感受愛，甚至喺未發生件事之前已經相信自己成功。其實全部嘅目的都係 build up 一個正面嘅自我形象。會唔會想試下做完睇下自己有咩改變？多謝你睇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就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下次見。